总有一年，阮老母讲，也下捱太花假的，两个辛苦还有价值的。身在一片漆黑的哑口，洒下永恒真爱的火种，点亮每个需要的角落，期待被触碰。爱的诗篇，一续纪恋，字句间的喜悦多甜美。爱的诗篇，幸福全员，刻下誓言，直到永远，不熄灭。我的花，係天竺嘅花而已。跟你说过几百次，画得像个稻草堆，素描不是这么画的，你全当耳边风了。是老师，我想尝试不同的风格。等你当个大画家，随便画都是风格。基础不学好，以后会误人子弟啊。我特别亮眼，人变高的等下要变态吼。无使用挨啦，唔免挨答的变态。去影片哦，去素描老师教的，全手老师有先生无强用呢。因讲嘛，啲细节，你用画会出跟艺术的个性。含油啊，挨答白花哦，比较硬咸啦。不爽挨得出来画一个。来看哦，唔啲邵先生啲你哦，无单将好多嘅技术，还好多嘅眼学哦。佢咩眼吼，也对艺术的坚持。坚持，唔去本先生看到看样嘅坚持呐。家下吼，现在同先生讲有都市通，无必看到，你就退了呐。哦，什么吼？自细要睇哦，有牙找底啊吼，有嘛问题？你这个东西叔叔还同埋做些熟啥，我比先生看到你就差没啦。哦，一摆中了吼，啊，上回做些内玩，你捌同埋做些无？好啊，下面东久无看到阿妹吼，还用小先生。关键就无专业呢。系啊，研究的。你们两个站住。啊，老师好。不是说潘朝生肚子痛在保健室吗？他刚刚是肚子痛啊。是这样子吗？老师，对不起，我刚
在保健室出来玩的，跟陈明才没有关系。那你在那边做什么？我在写生。给我看看。下次别让我抓到你不守规矩，一定会让你退学。你也是一样。对不起。帅男。哎呦，给看到个了后起的素描完蛋了。哎，你用这了定啊？阿妹向我来看你，喜唔喜炒粒用菜啊？哦，那行叫的呢，来去瞅一下。哎呀，有嘅，你一单就很细啊，酱哎，那个可是很一个。愛算你講，愛煮愛按用hand，呢個。變有理嘅喲，從細啊這樣嘅嗬，阿坤做得假人嚟哦。冇亂講好冇？我哪有亂講？誒，我只表老妹哦，老唔同人呢，下禮拜就要結婚嚟哦，還要咋個？就要生人呢。你懂吵誒，同幾條半家強用，愛加你去加哥，來準，阿妹冇去做成嘅，如果卡定呢？哦，冇啦。这然后菜吼，我去小先生家片啦，老媽講一下。哦，嘅你本眼看轉去嗬？好啊。嘅牙嘅唔咩損晒流看？上必死啦！哥，來準。嘿嗱，呀，真係話宿舍啊，喐嘅啦。阿妹，哟，啊你有唱去啥呢？啊这样嘞？哦，哥攞菜去小先生嘅，應該一下就準來。啊叫我做了吃饭冇？有啦。食菜哟，啊你喊得转来哦？你有冇先上都转来拜阿公婆，最上都给肖老师听听。阿妹，阿妹，你念甲记了袂咯？哦，迄件错去咯。哦。啊，顺便扫一扫鸡啊，哈。哦。煮到倒位啦。关先生，真嘅有散呢，佢就下都冇地方下。先生，就分种子下就好嘅啊。做得莫浪费啊，就莫浪费。好，后摆啊，来张复习嘅时间啦，一个大战呢。假如是那有按多位置啊，大摆啊，那就下都莫好下，这样挺下来。好，对啦，做你讲。娘啊，那条叫台北有好多物解无？阿酱哦，佢啲好教，不过教素描先生，讲都冇地好。娘的咯，人个素描唔免发给亲好吗？咩唔掂樣嘅啊？個素描老師哦，就冇做應該發嘅啊，其他應該哦，拿個細地方全就畫出來呢。嘿，這種畫法係本來就會啊，唔是佢教啊。先生教我嘅哦，係愈變愈假啦，係咩唔掂那邊有做唔錯啊？娘用唔錯嘅，因為甜啊，好教啊，教嘅東西對你來講啊，雖然簡單，不過啊，不過娘嚟講啊，學習本來就係一種過程啊，做唔得唔學嘅，
对无？先生，阿问哦，还看大摆吼，就发下水彩，用我发油画。爱上哦，应该欣赏包括动作某种的材料啦，像吃到的水彩都是较贵啦。油发嘅材料伊贵呐。爱上啊，赢着了哈，你退白，一听啊，上市上了，那八只过来嘛。系啊，好对哦，有带个朋友哦，叫我天数啦。他敢强他啦。啊，错啦，眼看欣赏的水彩画用不有油画用的，无应该呢。你啊，就硬练嘅咩？哦，你啊就耐心，还有机会哦，还可以比起来哦，因为我不会画图啦。先生，阿坤也俾发按档吼，据说在葵花站的呢。哎，做嘅啦，赢着迄个台北还有学生嘛。有啊，不过哦，我伫福教地度啦，附近差不多都发过的。哎，哎用唔拉啦，还得要出去行行啊，哦，太自然哦，做嚟搞本就动作东西。肖老师，肖老师在吗？用上嘞，肖老师，山上。肖老师，肖老师在吗？唔上诶，家长人吼一天唔知规矩啦。迄吼嫌到唔上先生无去开门，其实要不卡门，无就会先生无想要演门，系无？先生，肖老师，我过来卖面啦，明明无想要见气。是个题啦，台北来嘅啦，做生意嘅，我买花。哎，错嘅啦，你买一棍吼，花色，来，今下就看啊。其他做嘅。看呀，用色，哦。嗱，橋一嘅太順咧吼，我這邊也係出了係台北市頭路啦。也可以咯吼，人係一表人才啦。但是我聽講哦，台北嘅後生人哦，一煩呢。哎呦，艱辛哦，伊有咩台北人哩？安尼哦，放心啦，也生嘢吼，乖乖去探班呢，禮拜放假哦，就鬼碌塔啦。安尼哎，阿強沒有看過啊？就係以前有冇？就是阿嬌，你看冇做嘅啊？哦，有。也然啦吼，該正派啦，搞改好，冇問題啦。哦，哎，阿妹啊，阿妹來看阿基吼，然後我介紹一下相親的對象，來。我很無通通啊！我係愛田紅。喲，我咁硬啊！啊不比嘅哈！食冇係攞眼嚟啦，簡少啦，唔用嘅啊？都係相親啦吼，就心癢癢啦。哎呦，做到老家頭算。唔怕咩？相親那種事情吼，人哋睇人實嘅天就好嘅啦。好，反正講講嚟，又冇講你聽到家裡，怎麼？哎咩？哎，哎，阿基。誒，阿姐啊，不用解哦。係啊係啊。吼，要個個執嘅哦。冇啦，佢丈夫較細啦。阿妹，啊？佢用嘅用嘅啊？我係我自己搬馬店咯。我係記落看下阿基介紹相親的對象，我其實走都按。相親哦，係啊。而家相親忒早嘅啦。你啲人嘛㗎？哎呦。哦，阿基，我入去嘅嚇。好。啊，錯啦，聽講你大早我喺轉台北。唔咩當初就係來菜。冇啦，我留咗菜嗬，我去邵先生副卡。你先生的屋的，是搞幾年的啦？啊，轉屋啊，都準你啥樣啊？爬嚟啦，嚟，靠近，跟啦，嚟。
摆看到的，迄了种感觉。发的啦，无爱发的啦。是哦。用的啦，用的啦。啊，你拢要去堂弄碟现，做咩啦？哦，俺用的发唔出来，今年咧小先生副卡看到迄画册、地图、迄笔触、迄感觉都发唔出来。可以用的吼，佮全部就世界大师级的发呢，哪有咁搞的？迄讲的有发册的发吼，做参考，但多发甲几摆，一定发会出来啦。有发册的发唔对伊好。啊，要不卡起来？有啦，小妈。硬约会讲吼，硬哥哦，迄条加本期条加捏结，叫非常专业。上摆硬妹看到硬迄丈夫讲特色，爱硬买新丈夫做。后面对运动好吼，人家计上面应该会弯的啦。啊，错嘞错嘞，做嘛？硬有钱买发车嘞。嘿不好。哇，新画册哎，很贵哈。哎呦，不贵不贵啦，就一套新衣服的钱吼，再加上回家被他妈妈打一顿。被阿姨打也甘愿啦。你看哦，这是立体派的画，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，然后用重叠、并排的方式画出来的。哇，好棒啊！像曹生这种拼命啊，我看毕业以后就不用教书啊，直接去当画家算了。才买一本新画册就想当画家，还早得很嘞。哎，关灯，黄总，我去睡觉。哎，你刚刚那样讲就看不起曹生嘛？我想揍你哦！不，我们学艺术的不可以随便动手动脚打人哦。没关系，顶多在他脸上画上王八。那好，要你来画，因为啊，你别的不会，画王把你第1名。王八。赶快把刚刚画册没看完的后面几页看完。哎，这些世界级的画家真的很厉害哦。对啊。如果我们有他1/1000厉害就好。我只希望能够像肖老师一样，坚持自己画下去。虽然不能跟这些名家媲美，不过有自己的风格啊。至于名利财富，我就不去想。话不能这么说啊！既然要当画家，当然要打进国际，而且要名利双收。不过呢，现在国内这么封闭，一点希望也没有。哎，不过我已经有打算了，我打算存点钱，然后出国进修。最重要的是，打进国际知名的画坛。出国进修我就不敢想，不过我倒是希望有机会能够去巴黎去朝圣，然后看尽罗浮宫的名画，还有，重点啊，去把那些名家去过的沙龙去逛一逛，这样就够了。阿才，你呢？我就生平无大志啊，就喜欢画画而已。其实像我们这样美术学校毕业，去当老师也不错啊。哎，顺其自然啦。哎呦，美术老师哎！怎样？你大画家了不起哦！我跟你讲，你画的乌龟啊，没人要。乌龟。哎，你们想不想知道我想要做什么？不想。啊，好啦，听一下嘛。好啦。我想要当一个大画家。
的经纪人啦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姐认识一个外国人啊，她说哦，国外的画家都是有经纪人的，而且可以赚很多钱哦。哎，而且有些画家哦是经纪人捧出来的。你们这些穷画家以后就要看我了。对对对，我们最穷，我是有钱的大老板。哎，老板，我这个月钱用完了，可不可以预支一点用啊？这要看你的画画的怎么样啊。切，哎，对，我听说啊，海洋美展啊，下个月开始征件，而且呢，我们学生都可以参加哦。学生可以参加哦。哎，不要动，有蚊子。骗你的啦！哦，你很过分。发财啊？还有食了冇？就纯亚呀。唉，跟钱家爱冇？我没钱的啊。哦哦，快看哦，了发唔上咧。唔送办你老买啥的钱，老去买花车。我也拜好，唔就讲，也系快铁咧，才个现也没有，记得有钱过人唔就好诶。好啊，我来下心。哎，花都点铁咧，无？那凊彩讲诶，你要当真哦。哎呦，含较急讲，看到啥嘛安喏。哦，啊这样讲啊，假皮还快铁咧，哇，没做得提前不去买新给冇？唔骗我唔使，给当我按螺丝就下来听听哦。有啦，求下讲，阿爸阿妹身体好冇？总袂讲寄一些钱本去，按夹子死呛呛啊！啊，佢冇讲学校的事情啊？啊？冇呢。实在，佢要发生哪个事情冇？一生人哦，你台北咯，实在很少哦。想。啊，你去看看啦吼。哎呀。看紫色。去邮局寄钱拨阿姐，听到无？哎，讲来讲好的哦，下礼拜吼，伊也寄几片，相亲啊。哎呦，我冇相情啦。莫乱小屁哦！哎，看一下，有冇少你定哎呦，我唔爱啦，我真咪讲人啊！你讲嘛再翻啊！我喊唔起就去啦，莫啰嗦。去寄钱。你这营养也没有那么细啊。冇烧了啦，我将我想实实转意思吧。哟，快跳呢！哎，唔骗也没讲哦，还快铁，也真是快铁的啦。哦，我觉得恶有恶报啦。你哦，我要听啊没？哎，有烧嘛给了，很搞的呢，很天天有烧。爱搞的哦，好啦，歹势啦。唔过，唔爱用中意同我笑呢。
无，你就先用一手，然后去拍电，做一张人咩？好吧，好了。还会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的。爱的诗篇，一续纪念。下次别让我抓到。同学，太晚了，赶快回去睡喽。哦，阿財，越快越來，難用辦啦。哎呦，唔愛又無水飽吼，因為花的好喏，唔夾夾終於先水飽來啦。你講真以後花吼，無強我演你落去寫生。沈先生咩講嘿？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師，啊，你這樣會有靈感啊，出來啦！我都喺慢演啊。嘿，阿財，唔該了，你了看過去東江吼？係啊，好啦，就了啦。唔講嘅無，阿講嘅吼又好吼。又唔免講嘅，就喺小先生教嘅啦。係啦，迄個教嘅啦，唔過迄個來唔出來哦。咁樣，我來發嚟。来，里面坐，有面有小菜，看要吃什么。這是很爽快啦，啲圖吼沒法度嘅，行山要行啦。哦，叫真係很漂亮。係啊，不過行到聖誕吼，係出到係新冠度全就打開來呢。係啊，哎，想要什麼？來試一份，他一份可以充面好誒，來。哎，你看啊，哎，也係。你喺日本清有名嘅水彩大師石川清良發嘅啦。係哦。係啲小先生嘅片看過一半呢。哦，你咪動上一本，做啲學地來花啦。冇安用係冇，安尼等下吼，強下生一份面就好誒，佢存啲錢，安尼阮調工用，看以後買冇。好啊。好。你们要吃什么？一碗大的陽春麵。一碗大的洋葱面。哎。来了来了来，面来了。哎，老板娘，我们只叫一碗啊。哎，没关系啊，吃了吃了。哎，我们钱不够啊。
哎呀，谁让你按咖啡？赶快吃，面吃冷了就不好吃了。快！对啊呢，有可能讲好发呢。哎呀，我是高难度啦，都是姚多威西先生啦。好深啊！只能跟这个月历说拜拜喽。老板娘，哎，几多钱？好。5块钱。我们叫2碗面，还有加卤蛋呢。还讲5个元就5个元，很啰嗦啦。哦，阿姨，你看面哦。对呀，外来的啊，也喺偷食饭，看到廿条啊，就想到外来的，唔知道係客家啊。你那位客啊？銅鑼啊。哦，我迄那碗呢？啊。啊，送你。啊？不过给。做嘛？嫌歹势哦？无关系，也东西俺们无用，有中意啊，做哪去啦？好好读书，对嘛？好啊，安子先，安子先啊。今天还好啦哦。万人讲，历史界迄人个，每个全国，每条风的，都肯定一丝丝的善意，一丝丝的温暖，让人间怎么爱有色彩。太阳米仔，我来咧。不好意思，请问省立台北师范学校，要坐哪1号公车啊？你是第一次到台北来哈？曼宁讲的，我来好几次了哦。哎，歹勢啦，那冇法醫啦，你睇下緊然嗬。係咩啊緊然呢？我卡帶都作動啦。真哦，我帶女玩啦。女玩哦。我要叫姑姑，你帶到女玩呢？真哦。啊，侬迄邊時做乜解啊？哦，親愛呢個啦，弟弟啦 V 圖書。你啊 V 圖書哦。阿江，阿哥，你用要來？冇啦。唯一的啲巴圖，翻譯還無聊哦。哦，你平常時上課就冇時間啦。你拜年來哦，較無你來吵。好啦好。哇！誒，你阿妹唔咩之前本年買新衫老鞋，因為很做 Q 衫哦。哦，你就攞錢哦，拿去買色料。阿妹哦，團嘅冇唔抄啦。有事情冇阿妹講哦，有所喺眼度看哦。阿哥啊，拜託嘅啊，冇攞阿妹講嘅呢。我是唔會阿妹講，你講哦，不阿妹知道，就是個哦。
这样，恁歹欠钱咯，毋准同阿哥讲，阿哥哦，要拿钱本人，我骗阿妹啊。不过阿哥，唔管用的老阿妹讲，你们是谁？阿哥会凶他吧？张朝生，你今天客人真多，你妹妹在宿舍门口等你。用的。我来骗像我等下哥哥吗？唔是啦，唔是啦，眼等就好诶。敢会照了？马该死啊！唔听说来按动哦，凉凉呢，也很甜呢。错好，难道罗文吧？死味咯，文章的文，白书的白。俺都潘明耀。韩明耀，你玩意？还记得嘞？再见。我送哦。哥。用的。你慢点。哦，俺唔得咯，迄几吞来嘅啊。你用位来台北，还没地嘛？哦，你搞出这样啊？阿妹很爱胸情啦。还会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的实力。爱的诗篇，一续纪念。阿妹很爱胸情啦。你又是猜哦，你讲不还没盘黑嘛？俺唔惊，俺唔想轻易就结婚啦。俺堂讲哦也好，台北都自由恋爱呢。我该自由恋爱，又唔要全部就按鸟。但是吼，结婚的做每年一世人的幸福啦，应该分享的这家结婚当初吧。就算迄期这家确定呢，还没现哦。好啦，俺老太讲哦，偏转。俺唔爱啦，阿妹要一眼刚硬啦。唔是讲啦，俺哦，俺老太讲，我唔听讲。讲一样嘿。阿妹，阿妹，让我开的，开的，你让我开嘛呢？娘诶，我同阿姨讲好的啦，后日下猪头最严格相亲啦，做安尼啦。你说什么意啊？怎么很阿梅的？不是我。小叫小哥，唔系讲爱听讲的嘿。嘿呀，你讲下唔係要依態度去講嘅，你下咧？冇啦，佮阿妹種廟的啊，連種老厝廟一行，俺就較多的咩，行一講嘛嘅啦。俺唔得，俺唔得啦，就讲好的啊。你就當作你家母卡丑了，是查出貨的咩？有冇用誒？又唔係你係相情，哥。冇啦，會啦會啦，哥。俺就這個便宜啦。係唔會啦，係唔會啦，
遐摆吼，来请假转来，本来要去阿妹呢，无想到煞本金妈啦。阿妹要动奇怪的，让我变爱落妹，按做结婚啦。做人哦，真哩动困难的，让会做唔得，独自家终于给硬强下啦。每个事情哦，就有深度嘅面向啊。还是无法度同讲，也没做嘅迄错，也唔错个。不过喏，你看啊，迄讲啊，遐输的啊，你本代抢有一种嘅颜色。你怎么该按你发给嘅时间，才有目标嘅颜色去发给你？你代表乜解？你代表按你嘅心。是有的，有可能。啊，看了哈，呀，晓得呀。阿妹啊，你來啊！來。咦？唔好嫌你哦。阿基，哎呦，驚死哦！哎呦，老李生等下睡過來啊！哎呦，李叔咩？哎，阿文啊，出來聽說拿下東西。哦。阿妹啊，哥同阿嫂啊，要不等佢叫人呢？哎，你先入嚟啦，嚇。哦，好，來。妞个啊，今日送摆我哋宿舍看到经验的。係啦，原來我相信你年輕人啊，本來係唔想到嘅呢。人嘅面用要防防嘅。我意思你講。哦，來，睇拿。啊，係啦。開始嚟呢，我落去看嘛。開始？係啊。哎，頂嚟啦！玩用啦，有但还有一点哈，给你冇去看过，我听说哈，那个作品哦，有必先到的。有家人看到咯，全主要对我名上的你，像我上边边，楼上第一次展示你逛过了吗？有啊，有几幅新人的作品，真的不错耶。有听到冇？记得讲吼，刘当去新年作品有必先到呢，给听众来用啦。丑定做埋上一看啦。劈啦！那有可能噶。冇啦，你講啦，然後終於有希望啦，劈手一關啦。我的作品要掛到條件嘅檢嘛，我體擺通到這個心腸，表到眼鏡。我聽咗一晚下來，天天都行真做得啦。
白费。感觉讲你一定会比先多的他。对不起，我同学话被选上了。先生，先生，上路唔敢上，挨包本年歌都变红呢。去头用米站，当到有名的花甲，全球电台出来呢。将来嘛，将来就坐下来啊。先生的意思，迄爱还蛮有资格的。你遐较按迄服装的运线，多得啦，做得冲一下。不过啊，冲久呀，唔好啊。咱会记得哈，他一家群众呀，稳重上啊，也表示他一家对呀，有咱我一种经验，咱我一种要求，对冇？爱知啦。不过啊，用班个咩爱搞嘅咩？先生欢喜，做得你先吼，全球青山教的啦，青山讲过的话，俺全部不用心关注呢。其实，俺了解转来，你上爱抢先生，人会向我参加茶费啦，唔知先生有限无啊？就唔好嘅，我没生癌啊。拜托啦。唔会啦。做嘛该啦，无论啦。看见思想滚滚嘅浪花，追寻亮嘅真情，化作喜怒哀乐春夏秋冬。